大家有冇試過約會時講錯一句說話就即刻令氣氛僵晒？又或者約會完結時淨係識講今日好開心，多謝你啊，之後再冇下文？又或者鬧交嗰一陣，一句講錯就越鬧越僵？其實愛情入邊最強嘅武器就係說話。今日呢一集就嚟教大家點樣用正確嘅說話藝術，令佢想再約你，修復關係。最後會講翻最根本嘅心態，點樣由內而外成為一個讓男人追着你跑嘅女人。呢一集係我哋讓男人追着你跑系列嘅大結局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。我喺 IG 經營愛情玄學服務，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入邊學到嘅實戰技巧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準時喺呢度陪你。咁我哋就繼續拆解《讓男人追着你跑》呢一本書，作者係日本好出名嘅戀愛諮詢師麗子海福特。今日呢一集我哋會集中火力講說話藝術同埋更高階嘅對話技巧，最後先講最根本嘅心態。首先，書入邊提到，仲處於曖昧或者啱啱開始約會或者仲未正式確認關係，有4句說話係唔可以講嘅。第一，我哋而家係咩關係？呢一句說話一問出口你就輸啦，因為佢暴露出你嘅不安感，亦都俾咗壓力對方。關係係自然發生，唔係問翻嚟嘅。第二，你問你中意我啲咩啊？同樣係源於冇自信。一個有自信嘅女人係唔需要問呢個問題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值得被愛。第三個問題，我同你前度邊個好啲？呢個係任何時候都唔應該問，無論佢點答，你都唔會滿意。將自己同一個過去式比較，會降低你嘅格調。第四，我同你阿媽跌落水，你救邊個先？呢一類假設性嘅問題，除咗製造矛盾，冇任何意思。所有源於不安全感嘅問題都唔應該問。不過，除咗呢啲唔應該問嘅問題之外，有一個好常見嘅說話場景，好多女仔都會犯錯。男仔問你，你幾時得閒食飯？錯誤嘅答案係我隨時 OK， 就嚟啊！呢一個答案等於話俾佢知，你嘅時間好唔值錢，你完全都可以 stand by 等佢。咁正確嘅答案係點？你要俾2個具體嘅時間佢揀，例如星期3或者星期5晚得閒，你睇下邊日方便。咁樣做有3個好處：第一，顯示你嘅 schedule 好 full，你係一個有自己生活嘅人；第二，將個波拋翻俾佢，等佢做決定，滿足佢嘅控制欲；第三，慳翻大家來來回回嘅時間，顯得你爽快利落。唔單止喺回答時間嘅方式，平時同男人傾偈嘅時候，好多女仔都有一個常見嘅大忌，就係急住將自己所有嘅嘢一次過講晒出嚟。作者話呢一個係大忌，你要記住一個30% 原則，講自己嘅事情30% 就足夠。留翻70% 俾佢慢慢發掘。例如佢問你放假做啲咩，你唔需要將你嘅 schedule 全部講晒出嚟，你可以簡單咁講，我多數會做下運動同埋睇下書，跟住問翻佢，你呢？保持神秘感，就好似一出戲嘅預告片咁，只係俾佢睇到最精彩嘅幾個鏡頭，但唔好一次過劇透晒全部劇情出嚟，咁樣佢先會心癢癢，想了解你更加多。好啦，之後嘅約會點樣講嘢先可以令佢再次約你？好多女仔喺約會完結嘅時候，淨係識講今日好開心，多謝你啊！呢一句說話係冇錯嘅，但太普通，唔會留低深刻嘅印象。書入邊教咗一個技巧，就係要具體地講出你開心嘅位，同埋加入同你一齊呢一個元素。例如佢同你食一間好好食嘅餐廳，你唔可以淨係話好好食啊，你要講哇，呢一間黑松露意粉好好味啊，估唔到咁嘅地方都俾你揾到。又例如佢同你講咗個笑話，你唔可以淨係哈哈大笑。你要講，你真係好搞笑啊！同你一齊好放鬆，冇壓力。個 pattern 就係具體讚美，再加同你一齊嘅正面感受。呢一句說話會直接打入佢嘅心，令佢覺得自己好叻，好有成功感。下次會再想俾多啲呢一種開心嘅感覺。喺曖昧嘅時候，男人最多嘅甜言蜜語，好多女仔聽到男人講情話都會暈晒大浪，信以為真。呢度教你點樣應付男人嘅甜蜜說話，例如當個男人同你講，哇，你好靚啊！未見過好似你咁靚嘅女仔，一定係天仙下凡。冇自信嘅女仔通常會咁樣回應，一係貶低自己，例如話邊有啊，我咁肥唔靚噶；一係就完全相信個男仔所講嘅說話，真係噶，多謝你啊！然之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有自信嘅女仔會點答呢？佢會笑一笑，然後帶啲幽默感咁講：你把口咁甜，係咪成日都係咁氹女仔噶？呢個回答既冇否定佢，又冇完全相信佢，而係將成個波拋俾佢，帶啲調情嘅味道，一種嘅拖拉感，先至係令男人上癮嘅地方。跟住落嚟呢一招，所有情侶或者曖昧中嘅人
都一定要學。當你哋鬧交，氣氛好僵嘅時候，點樣打破僵局，或者提供咗一句魔法台詞，係可以有效緩和激烈嘅爭執。呢一句說話係好重視我哋之間嘅關係，我希望我哋可以行得更遠，所以可唔可以請你聽下我嘅諗法？呢一句說話嘅威力好大，因為你唔係指責佢，而係將重點放喺我哋嘅關係上面，表達咗你嘅善意同埋想解決問題嘅決心。大部分嘅男人聽到呢句說話都會冷靜落嚟，願意同你溝通。講完呢一句魔法台詞之後，你就可以用講自己嘅感受去表達，唔好直接指責對方。簡單嚟講，就唔好一開口用你字去攻擊佢，係用我字去講自己嘅感覺。例如唔好講你成日都遲到，一種係最直接嘅指責，男人一聽到就會起咗防備心。反而係要講，當你遲到嘅時候，會好擔心，同埋覺得自己唔被尊重。呢種表達係講自己感受多一啲，對方會容易接受得多。因為我哋學咗好多說話技巧同對話藝術，但所有技巧最終都要翻到最基本嘅地方，就係你嘅心智。作者話，好多女人嘅愛情指南針其實可能已經有啲偏差，但自己仲未察覺得到。點樣先知道自己個指南針需唔需要調整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如果你發現感情路上成日都唔順利，遇到好多渣男，唔係被分手就係出軌，經歷咗好多失望同傷心，咁你嘅愛情指南針就可能需要調教啦。咁點樣調呢？第一步就係要安靜落嚟，誠實地面對自己嘅缺點同優點。書入邊有一個好溫柔嘅練習，就係寫出自己50個優點。呢個練習可以幫你更清楚地了解自己。最重要、最溫柔嘅一步就係由喜歡自己開始。一句說話聽落去好似有啲陳腔濫調，但係呢本書俾咗一個好實在嘅定義。咩叫喜歡自己？就係你唔單止擁抱自己嘅優點，仲要接納自己嘅缺點，要肯定所有成就今日嘅你嘅過去。好多女仔都容易忽略自己嘅優點，見到嘅都係缺點。但係作者話，缺點只係放錯位置嘅優點。例如你覺得自己好固執，但換個角度睇，固執代表有原則，唔會輕易動搖。你覺得自己好內向，唔識講嘢，但換個角度睇，內向代表你係一個好好嘅聆聽者，俾人一種安穩嘅感覺。當你學識有唔同嘅角度睇自己所謂嘅缺點，將佢哋轉化成優點，你就會開始真正喜歡自己。記住，一個連自己都唔中意嘅人，點樣吸引人哋嚟中意你？一個有魅力嘅女人都會有自己嘅夢想，佢知道自己去邊度，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佢嘅人生唔係淨係得愛情，所以你要有自己嘅夢想，並且夠膽同人分享你嘅夢想。當你講起自己夢想嗰一陣，你對眼係發光嘅，嗰種嘅光芒先至係最吸引人嘅。最後，作者提醒我哋，人生嘅目標應該設定係幸福，而唔係結婚。好多女人將結婚當成終極目標，結咗婚就好似完成任務咁。但其實結婚只係一個過程，幸福先至係最終目的。如果你為咗結婚而嫁俾一個唔能夠俾幸福你嘅人，咁又會有咩意思呢？當你將目標放喺令自己幸福嘅上面，你會發現你會做出完全唔同嘅選擇。你會選擇一個能夠滋養你、令你成長嘅伴侶，而唔係一個消耗你、拖累你嘅人。我哋呢個系列就嚟到尾聲啦，希望呢4集嘅內容可以為你嘅愛情觀念帶嚟一啲啟發。總結翻最核心嘅一點，要成為一個俾人追嘅女人，你唔需要好靚、好叻，需要嘅係一個健康嘅心智，喜歡自己，擁有夢想，並且將人生目標設定為幸福。當你嘅心態改變，你嘅行為都會改變，成個人嘅氣場都會跟住變，會吸引到令你幸福嘅人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系列對你有幫助，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！我哋呢一個 channel 星期1至5朝頭早8點鐘準時喺度更新。如果你喺愛情路上仲係好迷茫，唔知點算，可以喺 IG 同 KK 師傅預約一個奇門遁甲愛情諮詢服務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